两面就是两年伫新竹县的行山、新埔、宝山，拢有一寡以龙来号名的步道。有的是因为山远远看去亲像龙，有的是因为步道弯弯弯弯亲像龙。即阵带观众朋友最近来看一寡所在。趁假日来爬山接触大自然，沿路种满树啊以及趣味的设计，互民众来到这。唔呐，佚佗又个兼运动。步道其实森林树荫阶段还蛮多的，然后其实不会很晒，其实蛮适合，老人家也很适合来健行这样。这个地方我可以鼓励训练你的平衡感，甚至于年纪比我大的，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来走。龙年特别到啊，有民众在专工找以龙号名的步道来行踏，为伫在环山的骑龙古道，因为当地山势就亲像一尾龙骑在山顶得名。新埔的飞龙步道，因为路线设计一路踅去山顶，敢若龙要对天顶飞去同款。宝山的飞龙步道，因为山顶有一个飞龙湖。今年是龙年，就一起来爬龙脊、寻龙头，还有那个神木，都很适合来拍照。推荐大家在金龙年来走这条飞龙步道，是一个很适合老少咸宜、全家一起来走的一个步道。官府指出，这三条有龙年的步道各有特色，欢迎大家过年来这佚佗，在龙年讨到好彩头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